依家2000蚊一尺就可以攞低珠海拱北關口旁邊一套70年住宅單位，正宗高樓，樓下自帶商場，對面就係富華里啦，配套非常之好啊！感興趣嘅評論區私聊。依家2000蚊一尺就可以攞低珠海拱北關口旁邊一套70年住宅單位，正宗高樓，樓下自帶商場，對面就係富華里啦，配套非常之好啊！感興趣嘅評論區私聊。